今日跟朋友去咗珠海嘅呢一間健身中心，聽講嗰度有免費嘅體質檢查。去到之後先去1樓掃碼預約，預約成功，憑住一張憑條就可以直接上6樓。哇！呢度環境都算乾淨企理，仲有好多健身器材。先去到櫃台出示自己預約嘅憑條，跟住就有專人帶你進行一系列嘅測試，當然仲有一啲基本嘅檢查，包括度血壓、測量體脂等等。做完呢啲基本嘅項目，就要進行一系列嘅體質檢查。檢查嘅項目會根據唔同嘅年齡有所不同。整個測試我大約做咗30分鐘左右，包括踩7分鐘嘅單車、掌上壓、仰臥起坐、原地彈跳等等。測試完就會出返一個紙本報告俾你，裡面有各個項目嘅得分，總分有2個，包括體質綜合評定同埋身體總評分，而且會詳細列明每一個細項嘅得分。知道自己嘅短板就加強訓練，例如我嘅手握力唔夠，柔韌度同埋跳躍力都比較差，希望可以逐步改善自己嘅體質啦。聽講呢個中心係由政府資助，免費為市民檢測，目的都係想改善國民嘅身體質素。俗語有講，預防勝於治療啊嘛。